咱台湾18岁健力选手陈雨琪，今年参加亚太杯健力甲经典健力锦标赛，摕到第1名的综合金牌，打破亚洲青年纪录。陈雨琪是阿嬷甲请养大汉，靠阿嬷做散工趁钱，佮有家户中心的帮助，互伊买运动装备参加比赛。陈雨琪讲，伊会继续练习，希望未来为台湾摕到更较好的成绩。中学做箍牙的动作。陈雨琪为国中3年就开始练习牙动练，高中2年时转去练健力，经过绵软练习，今年5月头一届以国手的身份参加亚太杯健力，7月阁去参加经典健力锦标赛青少年男子组59公斤，摕到箍牙、剔牙、剔牙第1名的综合金牌，打破亚洲青年的纪录。就继续努力练习，然后往世界纪录迈进。对，拿到许多的奖金，可以为家里负担一些经济。陈雨琪讲，伊是阿嬷甲请养大汉的，平常时就是靠阿嬷做散工甲做事来补贴所费。当初时开始接触健力比赛，包括箍牙的衫、腰带甲功夫鞋等等的装备，拢是靠阿嬷甲斗相天。即摆看到伊有好的成绩，感觉真安慰。做工甲做田，田地工做来做田，拢来做，做就栽培因欠爱用啦。算讲，只要咱爱节省啦。与其成功告诉孩子们，只要有梦想，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的，一定有机会会成功。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。婚礼的家父中心表示，陈雨琪是因咧帮助的囡仔，接落来伊去读台湾体育大学运动休闲学系，除了会提供2万块的奖金，互伊做生活费。未来伊若是有需要买装备，嘛会当甲补助8成，希望伊会当继续为梦想打拼。记者王伟雄，婚礼报道。